另外，台中有一个50岁姓张的查某人，伊3岁下载到邮局领钱了后，骑机车的时阵呢无细力哦，将拄仔才领出来2万外块，沿路呢落伫个涂骹。好哩加在拄到2个好心的民众斗3工，将伊落去的现金捡起来，送到附近的派出所。而警方也调到沿路的监视器，顺利来通知到这个查某人将钱领回去。骑奥多摆的负责人已经过卖场的时阵，落伫内底纸票啊，拢落出来，线甲规涂骹，边仔民众看甲戆去，因为这个骑奥多摆负责人拢无去注觉到，伊安尼骑奥多摆一直去，民众就赶紧落车压腰来替伊捡钱，一个甲算看卖，竟然有2万外块。因为咧赔爱两个伫遐咧捡钱啦，爱讲啊钱规大路，竟然来捡，我讲恁2个紧捡去交。甲看这个穿青色袖啊，骑车赶来派出所，伊就是这个钱落去姓张的负责人，伊是一直等到这个警察敲电话予伊才知影讲家己的钱落去。我在这少多钱啦？少多钱？啊，你有靠掉飞出去哦？我也知。姓张的负责人讲，伫咧新历2月初3早起10点外，伊去邮局领钱，要来替因翁立小单。伫咧骑奥多摆的时，敢若亲像这个风箱头，还佫为落地的拉链嘛袂记扭起来，安尼才会互这个落地内底2万外块赔甲规涂骹。整个过程啊，妇人她并没有发现说她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啊，她的放在她右侧口袋的新台币啊洒落出来。还有1000块，并没有寻回这样。这个负责人伊钱落去，还佫唔知，煞来请做一个善哉东主。虽然讲还佫1000块找无转来，不过这都要先感谢这2个热心的民众，因斗3工来捡钱，佫袂贪心，安尼才无互这个负责人伫过年时啊，就安尼落遮济钱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